蔡英文宣布重大的政策，阿兵哥做兵，兵役延长为1年。总统阁特别来强调讲，绝对无来自美国的压力。也毋过，美国在台协会随后来回应讲，欢迎宣布征兵制，讲这是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。国民党的立委认为，美国在台协会会安尼讲，就表示这美国根本就是有介入，根本就是伫背后咧操盘。民进党的立委是来回击讲，这就是国民党过度来解读咯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没有美方的压力。决定兵役延长做1年，蔡总统强调无压力。不过，美国在台协会随发文章欢迎台湾针对征兵制改革，认为这表示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，卖继续帮助台湾自我保护。和在野党认为美国伫后壁出意见。我觉得总统是睁眼说瞎话。美国在台协会就马上宣布说，马上发一个脸书说欢迎这样的政策。美国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压力非常的这个明显。跟那个所谓 AIT 有没有关系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其次。AIT 的官方在若干的这个场合里面都说过了，这是台湾内部的问题。执政党立委团结护航，不过发布政策进程，蔡总统找立委讨论的便当会，不是所有人拢互邀请。团处立委怨叹讲，政策定案了后才沟通。在过程里面有不受尊重的感觉。我个人昨天也没有参加。但是我肯定昨天的一个宣誓的结果，因为我所了解整个党团对于这个案子是支持的，然后这个讨论过程当中，事实上有部分的国防的委员参与了讨论，但因为毕竟案子是在讨论当中，不可能把所有的委员都邀请啊。国民党内嘛有战斗拿赵少康第一时间跳出来讲，无想要战斗，特别发文章讲，敢讲兵役延长做1年就会当抗中，也是甲乌克兰共款，加千几天死真侪人，国讲执政要改转来，才会话互哪位留下眼药。我想个别的言论我们都尊重，我个人也是认为兵役改革是需要的。基本上要看嘛这能够提升战力，那就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要看它实施的内容。新政策第2024才会上路，目前也未面对民意，在哪里党内就先有真侪声音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